预防这时段失灵，也个减慢老化，是目前台湾国人社会爱去面对问题。阳明交通大学有甲台积电也个病院合作，伫学校成立这社区型的健身俱乐部，利用现代化的科技运动器材，提供予时段运动的环境。在专业人员的解说之下，时段利用科技化的设备，除了一边运动，嘛使了解目前的体能状况，而且佮透过 AI 技术，将大家长辈运动时体能状况的数据提供予教练做评估。教练老师都有教我们，对我们的帮助应该是比自己去散步走路更好。透过这个活动，我们身体健康以后，我们能对一些运华族退休人员能够走出去当志光，再回馈给社会，这是我认为这样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善的循环。透过这个仪器的检测设备，它可以同时知道说你运动的强度、时间，然后个进步的程度，所以未来可以达到比较精准的这种预防的效果。阳明交通大学希望在学校打造舒适的运动环境，提供予社区时代免费使用，来回馈社会陪伴时代。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活动，让学校的师生能够去了解整个我们叫做永续发展计划这样一个内涵，以及跟社区中间的这个连结。未来这个俱乐部除了提供长辈健康服务，更加希望成做社区时代的好 partner， 透过资源整合，建立时代人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